调整一下心情来看体育消息，中华职棒中信兄弟队又搁换总教练啊！恰彭正敏今日是临危受命接主帅，因过今仔日宣布讲，伊因为个人的健康问题，全咧辞职转任日军的总教练兼农场主管。说来，由这个日本人平野惠一做这个一军的总教练，因过声明中嘛讲，彭正敏若身体状况以及各方面调整到上好的状态时，会搁倒来一军带球队。 无缘摕到中职冠军3连败的中信兄弟，伫咧今仔日有新的消息，恰彭正敏交出兵权，兄弟伫咧一年来换2届总教练，还阁会记哩今年5月，真一任的总教练林维洲无预警，互人替换，互原本做副领队的彭正敏来接手。 因为5月10号接手了后，带队拍94场比赛，摕到47胜、43败，阁有4号的战绩，胜率是超过5成。可惜伫咧关键的时阵，输互乐天桃园，无摕到季后赛的门票。主要还是他自己包含身体这方面的一些考量，那我们也尊重恰恰的一个想法跟意愿，主要是这样，并不是因为成绩的部分。兄弟无进入到季后赛，伊就捌讲出会负起全部责任。 不过球团嘛发出声明，讲彭正敏是因为个人的健康因素，和厝内人医生球团讨论了后，决定改做日军的总教练。等伊调整好伊的身体状况和增加伊的专业能力了后，会搁转来带领球队。若总教练的位置会予日本教练平野惠一来接任。不过中信兄弟11年就换7个总教练，今年就发生2届，球迷嘛开始对这件代志有意见。 球迷都有不同的意见嘛，那我们都会虚心的接受啊。可是有的时候个人的一些因素，那不是我们就是一都能够掌握。换总教练，当然在一军的实质上的领军的人会有改变，可是球团的本质。 以及大家对于训练上的东西，其实没有太大的改变。另外，伫咧兄弟的声明稿当中，嘛有讲到，前一任的总教练林维洲转做海外发展顾问，因为个人的计划关系，确定离队。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